海巡署最近有发现到科技的船只，监视者的船甲咱的大马2号，还有大坪3号海底电缆线拖长去的咧。这海委会主委关碧玲就表示，这款案件较歹去证明，敢是超工去破坏的。不过最近的事件有掌握到证据，会依照着国安残疾处理原则来办理。检察总长也强调会尽全力侦办。疑似第2号拖长大坪3号海缆的多哥级中国宽衣轮，目前得扣伫台南安平港。船顶8个中国籍船员会移送南检侦办。近期台湾海缆常常互外力迫害，除了中籍宽衣轮，海巡人员10人嘛移送另外一只台湾渔船。这两只船分别疑似拖长大坪3号甲大马2号海缆。我们升高为国安程序之后的2件案件，那接下来就是在侦查办案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的去突破民主法治的原则之下看不到灰色袭扰的动机的这一个最大的挑战。海委会主委关碧玲、检察总长邢太祖日参加海巡侦防分署去年下半年毒品走私查缉成果的记者会，主动提起海缆破坏问题，嘛点出侦查体系对疑似中国铺设地带侵扰问题的侦办困境。因为真歹证明是刁工的行为，过去同款的案件多数以电信罚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1000万以下罚金，真歹提升到国安等级。都发生过。那当然，我们慢慢也在累积经验了，好，那法令的配合的法令的修改，哈，然后我们经验累积啊，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这个来有对策。关碧玲坦白，今年破坏案件明显变多，但海巡已经提前掌握，可以中国宽衣轮乌名单做重点关注。2号抓到洪泰轮，就是乌名单内底中毒威胁的宽衣轮。海巡甲航港局、有中华电信会做伙合作，加强巡查，守护海缆安全。公司新闻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